今天晚上吃什么？你想吃什么？我想吃炸鸡腿。好，给你买。喂，谭总，保险公司的张律师到了，你在吗？我知道了，一会儿吧。谭总，您觉得怎么样？这个险种的投保额太低了，致使受益人的保障也有限，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啊？谭总，如果您觉得投保额低呢，我们这里有一款专门针对您说的这个年龄段的儿童的一种高额的保险服务，只是它的投保额会稍稍高一些。有多高啊？您看啊，如果您一次性投保500万的话，那么从明年开始，受益人每个月就能领到相当可观的生活费，而且是终身享受的。你能保证受益人是终身受益？这一点请谭总放心，我们是有专人进行跟踪服务的。很多父母呢，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安稳的未来，都会选择这种保险。就要这个了，替我尽快整理好，谢谢。好的，谭总，我办好了给您打电话。再见。再见。谢谢。少宇，怎么，有什么心事吗？没有，在想工作上的事情。哦，你最近工作很上心啊。应该的嘛，以后我会把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到工作上，不让你失望。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工作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妈说，妈一定全力支持你。妈，既然说到这儿了，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哦，什么事儿啊？能不能把公司30%的股权先分割给我？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划分股权呢？将来这公司不都是你的了？我想在公司上市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这样上市也容易一些。哦，原来是这样，我自然没意见。公司能上市也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些事儿就都由你负责吧，该办什么手续就去办，你做决定就好了。谢谢妈。还有，明天能不能先给我的账上花个500万啊？因为最近我看好了一个很好的风投项目，我也想参与一下。行啊，一会儿你把投资项目拿给我看看，如果没问题的话，明天就打你账上。好。风险投资现在是挺热门的，我们也的确应该参与一下。风险投资可是有风险的哦，你要小心哦。少宇啊，工作热情当然是越高越好，但是千万要注意休息啊，别把身体弄垮了。我会注意的。喂，张律师，
这2天有空的话，麻烦你来一下公司。没有咖啡，喝点白水吧，健康。说吧，一早过来找我干嘛呀？给你带来一个惊喜。还惊喜呢？怎么给我带了1000万啊？这钱你拿着吧。不，你干嘛呀？我跟你开个玩笑的，赶紧拿走，拿走。妮妮，这是1000万，你拿去还给林天乐。钱的事儿你不用纠结了。莫哲，我刚真的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这钱我怎么可能拿呢？我不可能要啊！而且我爸现在住在你们家，我已经很感谢你了。钱你拿走吧，我不会要的啊。你为什么不能要？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找我借什么我都会给你，你跟我客气吗？朋友，我跟你说我的处境，我不是希望你来同情我或者帮助我，我是觉得咱俩是哥们儿，我心里不舒服，就想跟你说一说。我觉得你了解我，相信我，这就够了。你把我当朋友吗？你把我当朋友就不应该用钱来衡量我们的关系。妮妮啊，其实我在国外这段时间，经常想起咱们小时候的事儿。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同班同学，我的个儿还没你高呢，所以经常被那帮男同学欺负。但是，是谁跟个女汉子一样挡在我前面，指着鼻子跟人家骂，还跟人动手打架？我把你当朋友，我希望你也把我当朋友。我帮你是因为你是我哥们儿，我帮你是应该的。那我也是你朋友啊。梅叔叔现在这个情况，的确需要1000万。你有第2个办法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我出是最合适的。而且抛开你不说，叔叔跟阿姨从小就很照顾我，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我的家人。我拿钱出来帮我的家人，理所应当。这样，你还是觉得别扭的话，这个钱就当是我借给你的，你以后赚了钱慢慢还我，好不好？如果你这样还不收，那我觉得你就真的没把我当朋友。我现在能力有限，所以一下子还1000万，我可能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多。梅兰妮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自信了？你在我心里和在人民群众心里，那是上海新晋的天才级别的钻石设计师啊！你以后肯定前途无量，不可能这点钱都还不上。而且我借给你这笔钱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因为我了解你，我知道你心里觉得欠林天乐一个尊严。你觉得这1000万重要，还是你的尊严重要？那这钱算是你先借给我的，我一会儿给你写个欠条，可不可以分期付款啊？可以，傻了吧唧的。谢谢。没关系。
谭总，您找我？哦，来了，张律师，来这边坐。最近都还好吧？啊，还好，气色不错。今天我找你来呢，是想让你帮我拟一份遗嘱。遗嘱？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呀？最近我脑部检查出来有一个恶性的胶质瘤，我估计剩下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恶性胶质瘤？那医生怎么说？可以做手术，但是成功率不是很高，即便成功的话，也有可能瘫痪。那王总知道这件事了吗？我还没有告诉我的母亲，我怕她受不了这个打击。谭总，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想一定会有办法的。张律师，这件事情呢，暂且先不要让我的母亲知道，而遗嘱的受益人是谁，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好，尽快替我办好就好。好，那我先走了。